后来有乡亲啊，早起出门，安尼湿湿凉凉。透早上低温是南投的中寮13°C。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到位，各地气温慢慢啊下降，北部甲东部局部所在有落雨。啊，那这个北台湾阴暗会愈暗愈寒，低温会降到13°。后礼拜二也有更较强的冷空气会来报道，会比即摆更较冷。啊，到底会有偌冷？到时阵，这个高山是毋是有机会过来落雪？气象局讲，这变化真大，爱个观察。天顶有淡薄暗，搁落雨，行伫街路，要是爱穿外套、围围巾。气象局表示，拜四开始一直到拜六礼拜第一波东北季风报道。透早上低温伫南投中寮乡13°C，桃园杨梅14°3，台中雾峰14°3，每当温度较回爱后礼拜一。而下周一的话，东北季风稍稍的减弱，回温的状况其实没有那么明显，可以回温到一点点而已。而下周二、下周三的话，其实有更强的一波东北季风南下。北台湾的愈晚愈寒，尤其是低温可能会降到敢若剩13°。未来一礼拜全台拢会是较凉冷的天气，北部、东北部14°，中部、南部13到15度，东部、东南部17度。除了会记得穿好少，受东北季风锋面的影响，北部和东部的民众出门爱记得扎雨伞。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，水汽是比较多的状况。可以看到的话，其实中部以北、东半部地区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状况，南部地区也有降雨，不过属于比较零星的一个情形。湿冷的天气爱等拜六礼拜才会流啊较回，不过后礼拜二阁会有后一波东北季风，强冷的空气威力会有偌大。高山敢有机会落雪？气象局表示变化会真大，要需要观察。